新竹市长高虹安牵涉诈领助理费被起诉。高虹安伫带团去日本访问进前，向宣布讲副市长蔡丽青落任。民政处阁有城市行销处长以及主管这人事案，嘛要对9月10日开始调整。有检察官背景的蔡丽青，嘛伫面册铺文讲，伊心内只挂念市民的权益，嘛希望讲甲大家搁再相逢。 新竹市长高虹安伫立委任内涉嫌诈领助理费，被起诉贪污罪。今麦更加爆出市府人事大地动，伫带团访日进前，宣布包括副市长蔡丽青、文化局长纪康明卸任，甲民政局城市行销处长以及主管移动，9月11日生效。 蔡丽青透过面册抛出会议的相片，回应外界关心，表示心中挂念的只有市民福祉，后会有期，期待再相逢。副市长被迫离职，是因为高虹安所赋予他的2大任务，他通通都没有达成。第一，要来揭发前朝的弊案，可是8、9个月过去了，我们也根本没有看到所谓的大秘宝。 第二，要来协助高虹安为他的贪污官司解套，可是高虹安依旧被北检起诉了。外界认为蔡丽青是防清时，为新竹棒球场事件看出线索。蔡丽青是检察官出身，高虹安照当伊的司法专业，清早新竹棒球场备端，佮担任棒球场工程体检会调职任，也毋过到今拢无具体成果。 像5月棒球场开学，蔡丽青技术都无收到通知，传出2个人的关系是哪行哪远。另外，空出来的副市长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的小妹郭美兰红点名，也毋过郭美兰补贴是无遐个代志。爱用自己这个亲人来干预自己的党政，甚至市政的这个倾向深入人心。不止柯文哲想要，郭台铭想要。 侯友宜也想要，高虹安正是因为把这个位置空出来，可以跟其他所谓蓝白合或是蓝白阵营的3个巨头去谈判。那高虹安贪污罪一审被判决有罪，都会被停职。由副市长代理林冠年认为，高虹安当咧布局副市长的竞选，唔那培养接班人，也作为政治谈判条件，牵动市府运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